我最後講多一次，咁多位街坊朋友，呢樣嘢今日我無論如何都要將佢全部曝光出嚟。如果我仲收埋講，我驚對唔住咁多位信任我嘅街坊朋友。大家知唔知道點解人老咗要多飲豬腳湯嘛？用豬腳加埋呢幾味食材，等你行路都會帶風。老人家經常講，樹老金先枯，人老腳先衰，風從腿上走。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，一到翻風落雨，手腳就會扯住，踎低就好難企得起身，上落樓梯都要屋企人幫手。咁呢個方法你記得做好筆記啦，唔會使你一毫子，錯過咗真係好可惜。就算得翻一個人點讚，我呢份努力都算係冇白費。祝隨手點個小紅心嘅朋友身體健康，冇穿冇爛，行路帶風。喺呢度，我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呢個方法。你學識咗之後，出去邊度買都冇所謂，我唔會多賺你一分錢。真係冇諗到依家為止都仲有好多人唔相信我哋老祖宗嘅智慧。其實我哋老祖宗留低落嚟嘅呢個搭配，比黃金仲要值錢。首先去街市買2隻9蚊9嘅豬腳翻嚟，凍水落鑊，加入去腥生件吐、薑蔥料酒、飛水，幾分鐘之後將佢撈起身，轉入個砂煲裏邊，再加入雞血藤、海風藤、生根草、桂枝，呢幾樣嘢係行路靈活嘅關鍵，搭配埋一齊嚟用，好處多到講唔晒呀！再倒入2碗唔使錢嘅豬肝水，冚蓋煲翻佢1個半鐘，落翻少少鹽同埋枸杞就有得飲啦。1個禮拜煲翻佢1到2次，等你行路都會帶風。一段時間之後，你自然會翻嚟多謝我。不過千萬要注意，用嚟煲湯嘅材料唔可以貪平，唔小心買到質量差嘅，咁就真係嘥生機啦。嫌麻煩又或者驚買錯嘅，視頻左下角就有真材實料嘅湯料包喺度等緊你。講千次講萬次都不如你自己親自試一次，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呀。